向无极廊5行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心意义和爱乡单位明慧班开始，向无极廊5行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请领任慈悲，前到1公，坤到1公，领任长。领任长。好，各位前贤，请坐下。主席，各位领导，各位顾问、副领导、跟在座各位组长、各位节在的大家早安。领任早安。非常欢喜，今日也是咱爱祥和成联合共办的明慧班，就是过去咱点文书所甲咱准备的精湛班。因此呢，咱在座诸位代表，咱拢是爱祥和成重要的一个清商人才，非常优秀的干部人才。因此，咱今日所要接受到天文师长来遮上这个明慧班。学校，而且非常感恩到上天降到之恩，咱祖师爷方祖，咱师尊师母两条大人的良音大德，个咱科罗精英5代医生，有咱义守大罗仙成了点文书的后辈，甲咱前人的恩惠，咱点文书助理跟水前大德共同好心的策划，那么咱今日才有这个机缘呢，来开入了这明慧班的这个发挥。那么当然，因为咱冯典元师即阵呢，嘛是伫泰国咧开这个单主人才干部的这个班会，因此呢，伊带了咱的尤组长讲师来去到朋友去到泰国吼，我去到人伊朋友佚佗，但嘛所拢上朋友吼，去到泰国呢。开放报道，那么还有咱帮助你，甲咱副组长2个贤伉俪呢，20去到泉州去开放报道。因此，今日呢，咱点文书主编、助理主编甲由学校来甲咱注意结缘，共结了这个善缘。那么学校无非重要，就是要来介绍着咱今日咱冯典元师非常诚恳。来聘请着咱宝光从政，咱的张登奇典传师，伊要来甲咱主编。那么伊应该咱也有去入着咱义和圣堂的这班会，拢正经听会伊的主编开始。伊是一位非常有德性，那么对道学非常精湛的研究的一个典传师。互我看到伊呢，拢人讲由内心涌现一种崇拜、崇敬的。一个心意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冯典元师伫7月19，嘛带着咱几位干部人才，去到宝光从政，到台中宝光从政呢，咱典元师嘛去遐讲课。那么你这个过程呢，互我去遐学习，互学唯有惊讶与赞叹。人讲有够惊吓，为什么叫做惊吓？全班上课对头到尾。电脑师讲2点钟，无半个人阅头，无半个人讲话，全部拢是年轻的4、500个，头毛拢总绑一个形象尔，嘛是一个法师尔，拢总绑个，互我今看到一个无绑头毛尔，无洗包头。那么天道全部
拢穿长仔的恤子，裙道拢穿长仔的即个白衫。那么为什么因安尼穿？不过就是伫即个班会内底要整齐一致，毋免互你穿你去会寒讲穿旗袜，后乌色后蓝色后红色，无，但咱正常人才是无红色的啦。那么各位前言，为什么因的班会的规矩、因的纪律会当遐尔真人讲优质的？这也就是平时的一个内涵文化的这涵养的训练。那么各位前言，当向用手机啊无关的前线，赶紧甲伊关静音，赶紧甲伊关静音吼，因为茫等下咱电视咧主编的时阵呢，手机啊向用 iPad， 安尼吼表示呢礼貌不周吼，咱各位前言咱就是先甲伊关静音吼，拄着会当拄着看一个。若有人重要代志要联络，咱再来做一个联络。若无人讲既来之则安之，爱甲伊放下外口的阵言。那么今日咱一心一致来甲咱张登记检察师共同来研究着咱的胜利。那么其实为什么咱的前人、点文书，甚至甲咱的仙佛菩萨，拢甲咱讲？咱培养修道士的力量，一定爱安怎？3000般不离。为什么讲3000般不离？第一，伊叫咱离佛堂，对不对？绝对拢爱来佛堂。咱亲像咱以后算堂起个几亿个，咱爱上佛堂起坐，差1296块，就开4800万，佛法上清楚，因为佛法绩效。那么咱开到了4800万，咱调律师报时了一块圣地啊，即摆去圣堂就是圣地吼，报时了一块圣地互咱甲咱即间爱上佛堂、庄严的佛堂，甲伊建设了后，嘛就是咱水这个内底的喜舍100、200，甚至10000、20000甲100万、200万的钱钱拢有。那么咱唯一调律师的苦心，就是要用啥？要栽培佛菩萨，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烧3600姓48000个，因此咱爱有佛堂的建立。那么不离佛堂，伊有咱啥物？互咱生机，会当经营着咱的生机。因为咱来到佛堂，毋是学趁钱但是呢，互你的人生过程内底，伫咱内涵的这资料。愈来愈成长，因此甲讲，咱今日开法会，听道理，就是要来成长着咱的智慧。这佛菩萨，咱师尊老大才甲咱讲，来到佛堂会当经营咱的生意，互咱人生过程内底愈来愈好。那么第二，不离经典，伊要经营咱的啥？经营咱的根器。各位前贤，咱电律师，咱爱上即摆上的啥物经典？各位前贤，咱敢知？金刚经，没错，金刚经是咱弘典律师最优的一个、最擅长的一部经典，会当对第一分背到32分，倒背如流，一直背，逐工拢在背哦。咱嘛看电律师伊今日金刚经对第一分背到32分。是凭空而来，不是因为互我曾经甲伊去泉州，咱拄仔要登记泉州念佛堂的时阵，互我甲伊去差不多7